老板，买单。不是老板，我这里多少钱？哦，你这里10块，等一下啊。你个脏男人，连一瓶水都拧不开，我帮你。这不就好了吗？现在你这边一共48。不是多少？不是10块吗？怎么又48了？哦，这瓶水38，总共48，对的呀。不是老板，我也没要呀。哦，我就猜一下上面的灰，我也没让你打开呀。行48。老板买单。哦，帅哥，麻烦你等一下，这位先生买完你再买。哎呀，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一瓶水都拧不开。有人。这不就开了吗？他开的，找他。你这边48。不是10块吗？怎么48了？谁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？你打开了，你买单呀。48怎么支付？你干嘛？48。我等下一条狗。